那让上个世纪20年代的天津，有一场大白日，知人姓追叫追破油，你是一个煤矿的董事长，今年55岁。你的太太叫费姨，出身富姓名门，文人而漂亮。因为爷娘公是家道中落，17岁家境最高，比追破油要小20岁。李多有2个女子，大女子叫追平，今年28岁；小女子叫追聪，今年17岁。一个东吴大学已经毕业，一个为了读中学。大女子追平不是费姨所生，小女子追聪但是费姨的亲生。2个小奴小人斯文，人见人爱。这个一家四可以是个拍一张合家欢的书，这篇个上头可以写10一句闲话。最有谋，最有实际一个家庭，都随便弄出来的啊！我啥人？我是该打个中国，我叫陆龟。府里向顶顶标志个我的死亡是我个奴。大人讲，寡事体事多。前2日好事都该到客厅里头是那聚餐，吓得人家家在的人不够打进来。我不马掌，搿日子到半夜3更，推推叫累下去，一口了。啥个聚餐？一对我聚，一男一女，男的是大少爷追平，女的是太太费姨呀，外语了。来要3年份走来着，前2日13头的够走了，不过走没走，但是不困了太太的这房间里，一高头困了东面的这书房间，也稀奇呀！当哦，具体不在。太太，您走好。哪个声音？太太何来？哦，懂着。今朝陆清时为苗头不得，为的老爷已经晓得聚餐个事体，今朝神心来做主噶。可是有好戏可在。费姨和女子3年门前，自从的追兵追出这个一步之后，费姨从来分后悔的。但是此番追破又突然走来，心里想避免有点紧张，所以推脱身体不好，3日天分下来。加上追破有3日天还分上来，今朝是第4天，费姨实在挨不来着。为得里听见啥个风声，语意来紧张的话。虽然有点推脱不安，还是做好子再话的当手，因为各种事体这点爱点也有丑八的一点。现在人到下头，让追破有对面对手顶。破员，你回来了。追破有上方面孔皮肤雪白，一副金丝边的眼睛，身上像这黑的印度人的上色，脚上像黑色粉皮皮啊，水里像挪黑一根雪茄叶，一面望上去从骨子里推出来一个威尼。平儿追兵个2日天等了夜半边日家那样，真是为叫十履不冰的心吊带。做啥？自从的费姨做这个种激发的人命的事体过后了，心里想一直内疚。做啥？对不住呀！今朝费姨的让半边们更加紧张，听见丫海走走静静答一声：“是，父亲。你的想法我考虑过了，你是应该到矿上去历练历练。
准备什么时候动身啊？费一个口欣慰的望着我的啪一声呀，上不得，这边也到矿上下去，我哪一点在风险的？最近个半年，这边对自家的态度就越来越烂，真不跟个离得人面在不及，你那想的啥，做的啥，我一点在风险的。费一心下去噜噜噜，这都两只眼睛盯了是这边了啦，可。这边不可能顶凶，现在听见要打人，我们心里想一松，只要明着一追，可以身上我的那费一之间的尸体灰飞烟灭。只要明着一追，费事大吉，是不是答应这个没就要上去？是父亲，我一定不辜负您的期望。我明天就走。明着谁追？费一国啥子？这边真个想离开自家子，这朋友慢慢就不走了。范爷，你脸色不好啊？我很好。师傅，把太太的药端过去。这种苦东西我不想喝。良药苦口，别太任性。我没病，不想喝药。一个已经当了母亲的人，处处应该替孩子着想，就算自己不保重身体，也应该替孩子做一个服从的榜样。留着晚上喝不成吗？现在就喝。师傅，把药给倒了。喝了它。倒了它。你有病。我没病。鼻浪像个追病觉得人中啊丢。想想费下费劲，你记得药讲的啥？可我要再苦，你当你咖啡吃的。费也不要搞出苗的拿水上啊！是两只眼睛接到两道目光。但现在辰光总算抓来子追病的目光子，你看看啊，我都要3年份走来，一走来就逼让我吃药，这个谁是你对我所谓的关心，所谓的爱？我现在站在西洋内支持的辰光，只要你离了我这个一边，我啥个才不怕？最怕又是七个后家子，从来不得个。今朝个费一样发自吃上当着上许多人的面头，一句顶一句，一句顶一句，未当了的。今朝个我呀，我非要叫你出去。边浪下个追从实在难不日子，打出来。父亲，既然母亲不想喝，您干嘛还要强迫她呢？是。指指壁炉上的一个张照片。平儿，他是谁呀？是母亲。你的母亲已经不在人世了，樊姨才是你的母亲。去，到母亲跟前跪下，说：“请母亲喝药。”费一来呀，这边一等呀，哪会得我这边推出来的呢？哪会子我要弄我推到风口浪子？哎呀，这边啊，你曾经跟我讲过，我不毛病，服病服药，反而要吃毛病来个。是的。我是曾经讲过的，但是药爱我哪个会啊？哎呀，今朝药啥天要剥开啥都不认识啊！是女性还是妇女的？我会晓得我的那费姨之间的事体，各位今朝神心来低我一点的。想到个让百姓让狼儿让指出来，不够他们是。
父亲这口气大呀，抖起来对声的，一步一步把狼追过来，费一个口心，一滴了水落来，离双眉把去病亏，聚双眉抬头对内对治病最佳子随龙，令人粗心内，你不听是你君，是我心悲。我必陪你男儿歌，听呀该鼓做鼓打鼓对，举我离我三金飞。父亲他是李李白，深深才，月堂之中上机关，莫不是东插去呀呀真家规。我说今朝为无名楼都你立刻呀气候在打从你推大哥的呀，泪是远。兄喂，你是大，我们真心两相爱，世俗路上不并退，这也心相印，水相猜，说那花风与你生在。他是一片痴心非人比，爱好催生力气快，李大帮他来讲为的要把你亲，叫你跪下，也生东河水晶来。他的有一只神瓜魂，灵快就比不及内，周周紧紧是舌口。治病
须吃苦。否决你为，我知你听是也给我下跪。否明乃为，我举你，我举。为内，是为内，非一呀，一下月堂中下日，十儿八路机关天涯台，30年人居平安。你谁了我追兵？这也怪母亲。非还是心事大根。杀伤力的人打，10是个使起来打，强攻压我，我喝一人而行，压我多他一个人的打子从本大流浪推到了自家房间里，搿只榆木使用的靠背了，不停的让抽泣。难道我不顾一切所爱的人，真是这样的弄上，这样的无能啊！其实非议啊，搿些辰光男家师说昔日跨得在路马放弃，搿个是顶顶好的结果。因为你都两家头搿个一头感情从一开始谁是注定竹来当时一场空，而非议呢，周至进去跳不出来。生意里个人为得让飞蛾扑后相方，不顾一切打扑上去，使得侬自家受得精光。慢慢就平静下来。想啥？刚刚追兵了，说门在水呀到矿浪下去，离哥哥一追，大追是我所有的希望得知快乐。从今以后，我爷爷让哥哥一从门得上人的房子里向独自10年。哥哥，你叫我哪个？不，我要去留那里，一定要去留那里。对，想大概大，立起身来，咔哧一把米，啪哧一滴粉，睁一睁精神，石门打开。盖出一件喉咙颜色的旗袍，身浪向武汉大摆师弟们，金子门前一立，这非议真漂亮。特别个身喉咙颜色的旗袍，扎得里个身浪向更加显得楚楚动人。正是为追一部有一生风活生生一句出师无用，各种风度各种气质，啥个章子怡功力统统带开。虽是讲这一这顶天子几分事情，回过身来整理半遍，这个一把心爱的毒手拿到手里，出房门到扶梯口，搿只将一下跨下去。师傅，等等，这边个声音问：“韦师傅，两个头来了讲啥？讲的啥家？今天晚上我到你家里去，你等我。”人家为我，师傅讲的啥呢？哎呦，错怕得来，这个这样个声音，听得来像门子尖这个，一句才听不出呀。晚上11点，我过来，窗口没有红灯，我就进来，好吗？来去来走走啊！
费姨这个一手么真接手，不是夸张啊！现在靠两个眼里出来，足足拉拉还冲两缸酸梅汤的嘞。其实追兵的师傅的事体，费姨来在有所察觉，但是分放了心上。搿师傅盯着这个门子块，搿追兵溜啦溜进范金玉，明明盯那个水杯那里擦擦擦，一擦他鼻巴浪。可见我下流，师傅张红子面孔带出去，但是我总当这么男人搞欢喜他三便宜而已。非分先生，不几乎人家两高头已经发展到一位个程度子。我去。我看那追兵打像个高手，陈东东一步一步下来，追到了背停。这个一上平息交互努力好得了文林的出去，废话，你哪回来个？哎呀，别让上我的师傅讲个闲话，这阿不里听见哇！心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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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个不停，为他是个废话，抢做证人。是你呀、我只说个道理，明明我捋来这么理个呀，但是看见了这个一双愉悦的眼神，个心但也会饿下来的。哎呀，想想受罪，大头的吧。这夜里门子不打框廊下去，我相信师傅不会的成为你之间的障碍。我现在应该有大度宽容守家诚意来捋来理。想大概的，不动声色。刚才你跪下去的一刹那，我的心像炸裂一样的痛。为何分听这个？不过把你刚刚个桩事体提到么心里想，这个上愧疚。譬如呀个为你不办法举到地上手袋里海上母亲，现在想想这个一上母亲黑的好，这个一上母亲不正是我的那两高的一个名分。这个一上母亲对我讲起来事实重复，不过对你来讲不公平。打个招呼，刚才我实在没有办法，请你原谅。我知道，我不怪你。对了，刚才你说明天就要到矿上去。我念的是矿科。我最近感到你对我的态度有点不一样，好几次都在回避我，为什么？你哪不懂的呢？我随时要跳出这个是非球呀！我曾经还想过个导致那反应跳出这个牢笼，但是我离开时最怕有这个三个字，我受伤。没地位，没事业，没经济，我一啥不啥啥，所以我对牙的闲话，事实之服从，还是服从。这么些日子我没来见你，我想你应该很明白。我明白，停。坐，这样很好，您坐。哎，手下来个打开，好像一个不大心把这把手指搭在地上，听见声音，大塞起来，一口一把手指，但是追兵看到那个手面上啊，这张面孔砰长得羞羞红呀。其实这个一把手指，反而寓意下去的。那个反应你看得清清爽爽。这把扇子
你不会忘吧？那还会得忘记啊？我不得那个感情随是从个部手指上开始的。3年门前，我东吴大学毕业要回天津，我得为得收罪麻子自家一把头书送给你作为纪念。是我的生命，我要把它永远的留着。我是特水后花心一口，你的眼光清晰来自深深深美似中这为了梦，你归心路明白我否为我是我一命之非，心佛手。一念之差，虚的情，我是恨当初，悔当初，你杀春光太后都开弓那迂回的计，我非已从不会大错，记住你句岂能给怕平离开你抚慰的后花也家口，手儿我是渣渣死者上死狗，快举身啊身，对不起冲的与家风。你最对不起的那个神，是你曾经言语过的痴梦。你其他今生今世虽然他勾勾搭搭是其中都
其人是因我个难道你非以莫于是啊个怎能给得别人指挥我还起追加手来从天有人后被动改够第一次听你十几名，告诉你最佳杯谁你都告诉你，你是一个私生子，你需要后一路女来的哦，是你弟弟最对他感受哦，非一呀我举你怪谁高的来哭诉送君女你追你的大我追我的路我们归隐巨大本是道我是什么楼？是母亲的楼，为是幸福的楼，你究竟呀哦，在哪里一个女人不能够受两代的欺负。送来日得方是须方是三之君有爱大声去，有心到坏日是是梦是这梦倾听湖大费祎对追兵很失望，但是有啥个办法呢？这于是不里想出了一个你以为是办法的办法，为啥师傅的娘来利益假设别个几句闲话为啥能打出去，只会为对这一桩事体非常得意，因为你轻易的制裁了一个人的命运，你破灭了一位少女的梦想，但是你微分享上冥冥之中把你消开了一段顺风之26年的孽障。师傅的娘大家侪叫你龙妈，其实龙妈不对对是师傅的娘，你还是都想要追兵的娘。龙妈不对对是龙贵的高贤，你还神君是追迫有的妻子。这批那个人根本分析龙妈谁是美士兵。当追迫有认出士兵的一刹那，你是一惊一喜，谁比上人久余生才识得为力清醒，何况这个人是士兵呢？士兵立了那最高的客厅里，看看四周围的家具摆设，再看见在台子上的张纸片，哎呀，眼睛门前天津的追公馆，不随是26年门前复兴的追公馆吗？我阿拉做梦啊！人生如梦，我曾经侬我的终身托不了追迫有，
平心而论，理念不忘。当年的朋友温文儒雅，体贴设备，所以我为你养2个儿子。一个女人那是觉得少，只要你真心对我好，我心有佛是你一生一世。我从来不拿士兵当佣人看待，士兵身上有许多的优点，以至于等到你消失之后，我只觉得这个世界上没一个女人可以替代你，反而错越了。我是一门心思也想为这个生儿育女相夫教子，但是这个偏偏谁是用不得我。是的，你这个对不起你。你若你们的，来让一个风息节家20-30个压力下，你个爷娘拿我为于刚刚养出来这3年的小儿子大海，要赶出这个。当时我居然来他们的口口哀求，能让我见见朋友最后一面。但是来他心肠死铁，拿你娘儿子推出这道门。等到我走来，这个事体已经发生。后来我听说士兵是投河死刑，真正戏子大汉，这1了8了。哎，啥人想得的？哪个不公平的命？也拿我推子走来呢？你若你呀，你家过得真花。你若你时光过得真美呀！一年，我不得不为之生人而拼心搏命。所以我晓得，士兵到过些辰光，你一定为了让恨你最高。我曾经恨，我恨最朋友。还恨你个爷娘，但是到今朝我想通了，这个谁是命啊？我也随个口，我终究是打不过的。到今朝那个一年，特别是我看见他这张照片，我啥人都恨不起来了。或许你能够讲1-2句宽慰我的话，哪怕这样一句，谁够了？士兵。老爷，我们都是上了年纪的人了，有些话还是不说的为好。这是5000块的支票，收好。梅士兵是梦初醒，原来周家毕竟还是周家。在你们眼里，除了钱，已经没有别的东西了。士兵，你干嘛把支票给撕了呢？我这些年来所受的苦，不是你用钱可以赎回的。那你到底想要什么呢？我只想见见我的平儿。也好，我也想见见被你带走的我的那个小儿子。两家的在晒了帮忙，嘿，不晓得多别帮忙做啥？哎呀，因为2个儿子，谁让对方大失手法？啊！谁颇有一口嘛？陆大海，这个不是狂浪向2把股脑的再凶人吗？啥里是我儿子啊？梅士兵还万万分想的，这个一副头上要趴的一个嘴柄，居然当中看着我小儿子大黑，一记耳光呀！哎呀，弟兄相随，简直就是一场噩梦啊！还是嘴巴，兔子大黑，头也不会离开这个，为到我里面眼睛做一桩事体。谁是必然能侍奉？难道我代替发罪，送进往后，再也不许带最高去，再也不许得最高的人往来。追兵来着，这个辰光天上像雨蒙蒙，地上像滑泥泥，但是那口追兵叫我这个2步路几乎轻松啊，哪会要轻松？马上就可以到4分旁头，而更可恶的是，从明朝开始，就可以彻底把他反映这种无虚无耻的居住者。你想把他，哼，对，好容易。
非议谁将复谁的英文，你谁家出门，你谁家紧跟。为之不把你发现了哪顶山，书中的你摆入30米的距离，你追你还追，你顶你还顶。今朝的会议啊，浑身没黑，这一件没黑的期盼，外头一件没黑的寓意，只有半张雪白的面孔露了帽子外头。有间望上去，三个像黑夜之中一个幽灵，来让追兵的背飘飘荡荡。师傅的屋里呢，是一所破旧的二平房，敞开的门地，里头追兵轻手轻脚，一步一步来让过来。那个一举一动，一个朋友才看下来嘿，哈，啥人家非要弄错不是人，那他这个涟漪，普通话说起来就叫屋檐。个涟漪但是洞察一切，随便每趟来，涟漪才看下来嘿，进去一看，哟，这老兄可又来了哈！哎呀，你进去不能进去的哟，你进去的要引起一场破天大吼，哥们呐，提醒你吧。所以随起两副冰冰硬的涟漪时，忙真的对劲一下，哒咕哒，不过大，哎呀，今在家在，追兵汽水让苍浪响，咚咚咚，咚咚咚。师傅，眼瞪瞪受了上衣了，脑子里想噜噜噜。刚刚不能让别来子举得几浪代替发罪。用三用四，谁也不得最高来我。害我吃亏这个心，谁姑娘割出来这样痛，真不懂。娘为地上要拼命的阻止我的最高来往，我也必来这发十样送个罪呢。娘啊，我现在不能打那事，我一门心思谁想跟来都是要。都是要门在马上睡得狂浪去，你为啥不肯弄我打自己的罪呢？但是我听见长廊上一声音，都是呀，师翁一人光喜，不意思出最后来在长门里，搁他水忙成长街浪向打上去。但是之间，好两只都边上响起这两个声音：凤儿，你记住。你发过誓，从今往后再也不见周家的人。你发过毒誓了。想着刚刚衙门里发出一个人情，这个长线随便拿拔不起来。师傅，大少爷，开开呢？不，大少爷，我现在不能让您进来。为什么？我妈在隔壁房里呢。你骗我，你妈已经睡了。可我哥还没睡啊。不，你哥不在家里。你拿谁写的个家？哎呀，我里里外外个情况已经摸得清清爽爽。在关键的情况能分不清爽，还得为一个顶3万元嘞。飞机一大路跟过来，看里去锁门锁楼。哎呀，不是第一走了。那么我倒要看看。这点辰光以来，难得师傅的关系到底发展到啥个程度？所以眼睛激动，始终关注到一举一动。师傅，大少爷，不，大少爷，明天再见。你真是孩子气。明天我已经走了，是不是没带你走，你在生我的气呢？不是。是不是你妈和你说过什么话了？娘别来自发给我追我哪大的声呢？没有。那是你外面你听见什么了？没有，什么都没有，你走吧。飞机谁哭下来？可是敞开只不一天分开，为何今在这也敞不开？我的嘴边唯有希望。两个的了讲的说听不清爽，最近的吧。所以一家移过来，距离从你米速度的10米。说这个追兵是几何聪明的人啊！来师傅可是敞不开，你晓得这个里向一定有事体了。不要么啥，非要我的事体，不你晓得叫。
追兵你决定到矿上去最担心的人谁是师傅？费不里我得听见啥个闲话，费一不里晓得我搿一桩事体你会得难想，你会得难做。师傅你不能变啊，啥体你是一天呀，你是可以让我追兵重新做人的一天呀。搿个里向一定有事体了。好吧，你不开就不开了，只是我有些话要想和你说，不知你要不要听呢？搿师傅哪说的呢？最哟，现在头下要讲有闲话也是，做你的既是不能记，听总还听听个咯。大少爷，您有什么话您说，我听着呢。这个当口有话要说，什么要紧话，我倒也要听听。放飞着脑子里嗡，一声风，我的怪不得都叫他师乃杀手，唱得多花妙啊！我有某幅画儿要与你带，一身风似不来，花在下用月下梦是用心来。师翁啊，你我只不相离真切，手儿你心生与我好几代，我爱你也来复议，心口也我爱你小鸟一生死谁？你对我似风也相逢怎悲，这地的恩情我记兄为。你太执着，我心就快。只想爱后一亏，因为我不是你心中的君子。来，放。大少爷，其实大少爷不是你想的那么好，他是一个有罪的罪人啊。师傅虽然讲分读故事，但这个句闲话的分量里听得出，不，大少爷，您怎么可能是罪人呢？别太急，大少爷，您说，我听着呢。那叫追兵难舍，母子六人难舍。据说这个世界上像关于六人的历史啊，有12厚一本书，还有中篇的篇幅，我就用一句闲话来表达。这个世界上像地位再低再低的人都可以知道追兵的部队马位上，哪个人啊终身不仕啊！追兵是他母亲的啊，
你曾经到会议讲过这样一句说话，即使犯了灭伦的罪，我也不怕。我李为不怕啊，不晓得你离我来最怕，而且是越来越怕，怕得哪个程度？你想自杀，你想死，但是你也怕死，在于终究不离身上一条路，忏悔。不管哪样说，我是搭一位是教民团的，并没血缘关系的娘，有然，所以我追评我为资格忏悔。但是忏悔呢，到啥人去忏悔？哦，看见师父，你就从师父身上想寻到了自家重新做人的希望。但是即使欲言又止，因为你实在面对不了师父这一对晶莹剔透的大眼睛。所以今朝是一个机会，实体当中一首唱，你辣里向我辣外头，你看不见我，我也看不见你。风大少爷，我曾经爱上过一个不应该爱的女子。听这个只有师父的心咯噔一来，不应该爱的女子，阿为谁是我家？怪不得娘要拼命的做出我的最高来往，大概娘来才晓得，像这种大人家的山药，侪是不良心的。昨日想得爱到眼里下出来，是师父。哪配得上你，大少爷？我不，师父，你搞错了，我说的不是你。那是谁？我啊！非一听我的这个一番闲话，且既开心也伤心。开心的是，这有家总算承认你是神君爱过我。但是伤心的是，你对这份爱已经做出了否定，却不应该爱。既然不应该，当初你啥机会也爱呢？因为这个女子她非常漂亮、聪明，而且很有才情。很有才情。师父脑子里突然想着，也曾经讲起过客厅里向闹剧的事体，本当我不相信的呀。不过听你现在这样两句话，看上去是真的哇！大少爷，你是一文化的人，你哪还做这种事情呢？不过一点不懂，这次大里向这种事情，哪怕开门的，你也不一定肯讲。那现在也主动介绍给我听呢？你哪晓得我师父的心思？我只要你大少爷真心欢喜我师父，我已经心满意足。我师父。有啥个资格再去哪个沟去呢？大少爷，您别说了。不，我要说。不，您别说。不，您让我说。您别说了，大少爷。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了，以往的一切我都不计较的。追兵一听了，这个我懂过。这个我的事体。师父想啥是早有耳闻啊？那么既然晓得你啥地方在地门，哦，懂了。姑娘是欢喜自家，因为欢喜，所以那种悲哀宽容呢、体谅呢、理解呢，真是理解万岁。不，我要说，你让我说，自从和这个女子有了交往之后，我就觉得我这人生生不如死。有些话我说出来，不知道你相信不相信呢？信，大少爷，您的话我都相信。相信？哼，真是个傻丫头。你宁可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鬼，也不能相信周平他这张嘴。师父，大少爷，
和这个女子，你叫我怎么说呢？我是每天晚上我都要做梦，每天晚上都要做梦，梦里还惦记着我，每个都是噩梦。我合上双眼，噩梦纷纷至，难得有几次道理这短短的，于是在一众仙人来使我学，他们是谁是记得空神会，于是在家务上必须重责，打得我鼻涕淋上血白白，于是在火计什么来是雨，他在那黄头笼中快，所以这不是爱，不是缘，这是孽，是我一生一世我都还不清的债。你不知道我是几次三番的，我想死啊！哦，大少爷，你不能死。后来我没死，你知道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就是因为你，就是因为你，是你把我勾杀了呢。你是谁家错来的风，两岁岁是胸怀，不觉心中已少眼眉，你都体贴好以为，将天使将我双手采，我只叫我的对路又带起来我的风啊，只要死生能与你私奉拜，永生永世我与你两相风，你可一定要原谅我当年的一念之差。我明天走了，可是我会留在这儿，我的心会留在这儿。总有那么一天，我会堂堂正正的把你领进周家。你要相信我，你可一定要相信我。外头的雨越落越大，这个一番话我是头头说说，反正听得相当的吃力，但是大概的意思里听懂了一个字：悔。你后悔你饿了，你觉得对不起所有的人，包括你自家。但是水平啊，你再对不起个人，你却咋是不的？你还想讲我呢？啊？你们一嘴两句，侬我多了个闷得上人的嘴公公里，你还让我活里里上啊？口口声声也想把他路人的痛苦，哼！实际上下，你谁是为一个男人牺牲一句的本性来让心加口？那么我倒要看看师傅听我这番话，你会得有啥个反应呢？师傅真的感动，都是要讲，堂堂正正探我进门。虽说个句我曾经讲过记住，但是今朝听了你到屋里，再杀神。都是要讲你是个罪人，
一个人犯子错，我看谁人自家有三，这个也有几乎斗个勇气，所以我反而觉着，你杜山呀是天地我最好的好人。想到爱大娘们里都人发最全部忘记他，苍线一把，这手长忙着哪里？砰！我白真想的，那手长你哪开得了个那师傅啊？那个气量能个到呢？现在假使我自我死都不开了。凡是啊，说是女人的爱有两种，一种是拿对方紧紧的扎了水里死都不放。还有一种呢，是以宽容的心让对方过得更加舒畅，更加的幸福。那属于现在，而师傅虽属于现在。嘴边看见敞开，这个激动啊！虽然苍龙像一大啪跳到一下，大少爷，停！这个叔叔啊，就是这一点不过瘾啊！两家的紧紧相拥，也只能嘴里稍微热闹一些。航步开的是当当，非一跟过来忙袋里向前轻轻桑桑，太受刺激了。狗血人光飞一个张面孔还看着。今月18里飞青，千里飞红。上头个两眼一看嘛，耶，这个女人分看见些个啊，啥地方来了啊？啊，也奇怪哦，这两张眼睛盯到里向一动不动，一囊谁不动了？这点眼睛囊谁不动了？非礼勿视，非诚勿扰，那囊谁不动了呢？啥个？俺用两朵了一是警告你，各位忙着里阿哥对浪向打。来阿哥打，不过打，对面今朝晚上侪是木头人难唱事体。现在辰光的反事，已经浑身湿体，但是立了个雨堆里向，真正在个像泥松毛的想法，一动不动。大雨倾盆。雷龙龙，刮风霹雳天地浑身
啦，既是军长将我骗，后背劝我吃牢笼，劝我离我就是你，请我伤我，你为哪种？我的痴情无泪一伤。空你是梦，非是梦，心里与是相通，一片我的话并我风，总是两眼朦胧，内边的地是楼西东，手儿困水吃水，一呀冲一冲，哪怕天地大风浪汹涌，离后涌，哪怕水过分身，一直悲伤深。现在辰光的会议，这个已经叫会议聚会，不与是指一声相推。平，我听见有人叹气，是一个女人。别瞎讲，现在只有我们俩。不，我听见的。对忙进唱啊的来让不住气，喜鹊遇到树的杀，真让这个辰光陆大海走来，听见每次哗啷一声嘛，走。这个也好非同小可。阿狗再不住，挨不住，现在当开围出来，把你口进是围当脸的，上头随便打。快点走，怎么进来怎么出去，快点走。这是闯关推呀，推不开啊！怎么可能？真的推不开啊！你哪会推不开？非是关他了，非得关他，你往场上一给，你哪推得开？陆大海水浪向那台忙着每次房间方向，当。我吃饭都要在俺一个头牛，你那么看到啥地方去？也不上帝，我让我走走。上帝，我什么么子？我去体里向。那也不是蟑螂。当陆大海进门，烛光无头，走得叫清清爽爽。四凤觉得浑身发抖，嘴边吓得一动不动。非是恨得我切齿。陆大海惊得叫目瞪口呆，啥房间里像是这个一游戏啊！娘，你快来！每日并分困的，天气黑，不能觉得刺激。眼见衣裳一匹绷带弄房间一看，非分晓得凤儿不必那个是病儿啊！哎呀，这个一下么整个叫魂飞魄散。陆大海这个后胖冒出天灵盖，啥天夜里想被你看不到一记耳光，死敲在这浪将又不知道打我到水里，还高高举起。大海，小子，大海，今天看我杀了你！大海，你放下！让你放手，你放手，让你放手啊！我哪还放手？俺是眼睁睁看到弟兄相杀呀！对回过来带嘴皮妈妈，你这个糊涂东西，走，你快走！倾听我当。追兵是慌慌张张登门而出，飞鱼跌打之冲跟那后头，四凤慌不着了，奔驰出来。陆大海猜知自家的娘是边追边喊：“师凤，师凤！”这个辰光天浪向像个雨啊，哗，水姑娘踩下来这个，奇怪了，所有的人侪往一个方向而去，啥地方？追公馆。追兵是第一个奔进客厅。本来想得蛮好，今朝夜里好好叫安慰安慰师傅，哪想得到这个事体会弄得搿能副腾乱死。虽然这个辰光才听见当
一点。哎，想是2点2分预备车子，那么随李亚走吧。行李是老早准备好着，老实说，这个一个屋里还没啥个地方再值得自家留恋个着。走吧。最平的房间是让客厅的雨水里，各位身体哈啦调走，一步一步过来，个只像钢针一样跨出去。一声音，像一只电杆子个往正最平的百姓浪下飞过来。停！我最平一号是非议，那神干不要违分困难的，对妹妹叫不走来一口吧，也是一号。昨天这看见卫生浪向烫烫的，谁过这个人水里向撩起来这个，水平的人几乎聪明，连一切的一切谁明白了？你还想干嘛？现在的会议，不是刚刚斗火中烧的会议，更不是在浪下充满自信的会议。这个一上去，努力彻彻底底的解心子。原来这边是林雨松，而且是爱得这样的深。我再也找来里最一个字退，哪怕是退一万步，我还只能够退。非一个性格好等干啊，落到今在这个地步，实在就没办法。所以分开去，眼里已经让眼道里向打转。平，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你已经这样的喜欢四凤了。按理我不应该再来打扰你，可是平，你要知道，你回头是岸，而我回头是海呀！我求你，我求你别离开我，要走带我一起走啊！我知道你喜欢四凤，把凤也带上，我们三个生活在一起，好吗？现在呢，唯一的眼里，还能打动周平的心，完了。刚刚四凤屋里向搿首唱，难为的打不开，是你啊，唯一啊唯一，那个爱太自私，太破人了。你刚刚说啥？你方才分明是要我的命啊！而四凤呢，虽然让我最近在迷茫的辰光，你打开了搿一扇窗。而是现在辰光，我再回到你的身边，我会想人的了。范姨，平，站在你面前的周平，已不是3年前的周平，他不会，是绝不会带一个母亲私奔。不，我不是你的母亲，我也不是周朴园的妻子，这是你亲口对我说的呀。是我说的。你可以不是周朴园的妻子，可我是他的儿子。我走到天边，我依然是他的儿子。不，这一点你懂。其实你什么都懂。不是这样的。你知道我现在想什么？什么？我恨不得你死。这个一句闲话，像一把尖刀这样，望着范一个口心浪上当插上去。但现在辰光，范一些房子
真个彻彻底底的死亡子。一个死亡的女人是非常可怕的，尤其像肥姨这种性格，要让你胸口的鱼蹦轰烧子起来。好，请你等一等。魏周生来忙着流浪去。啥天？再等了该打，新项目啊？谁吧？这边到自家房间里箱子一拎，因为最近矿浪向发太平，所以一把白狼人手枪身不避抗。出来到客厅浪向，拿客厅口隔一扇门啊，砰一拉。余队里向，一打自从奔过来一个人，少年没死亡。可奈这一边是大嘴，你走过他自个，不面孔狰狞，一大路奔出来，想对后死心。不晓得昏里昏的这车子方向，阴错阳错，一来到是这一家，这一家的手黑门，这边忙起他肥日不相关，适当的开下了啦。少年还分晓得四凤一打针子这一家。只听见这个来响，一个接一个。师傅真不忙这个来响，单单自家的了，我可以一死不了。但是看见个面地上，一根头他个地线射出一人人的来光，这个不是我应该去的地方吗？师傅一步一步，生死虽在刹那之间，欢！客厅门开，灯光射出来，只看见一个人的影子。杜山呀，看见杜山呀，师傅的人轻伤之不在，我杀了也死了。这也杜山呀，真心欢喜我是应该我去对。不于是只忙着客厅方向，让奔过来。这边看见一个人死亡啊！哎呀，身浪向烫烫的，这个面孔干了是吧？妖精努力偷进来，你怎么会到这儿来的？我想死！当努力的人胸口的一个，说不好，我对不起你。我该怎么办？看师傅这种那个样子，这边你改变之意者。你别急，别怕，我带你走，我们马上走。真的是真的。师傅这夸上一阵温暖，对望着这边胸口的一看，你是天底下最好的好人。像我哪打你说，我一半是人，一半是赤佬了。客厅门推开，士兵大字大喊，大大里向。凤儿，随便一口门一好个水，妖精砰一松。师傅忙着这边背一部浑身发抖，妈，整个作业，雨队里向多得了浑身烫烫的，现在看见人平安无事，松子口气，但是马上惊觉得不对。刚刚进来个档口，看见两个的相拥相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着大海快点去海部王八车，我导致那妹子马上就要追。大海出去，自个回过身来。凤儿，妈，你终究还是到周家来了。妈，你饶了我，你就饶了我吧。现在什么话都别说，跟妈回家。不，妈，我不回去。一定要回去。不，妈，我死也不回去。听这个两句闲话嘛，心啊会得举起来。哎呀，俺会得出啥个事体啊？凤儿，妈。难道连妈的话你也不听了吗？妈。
凤儿，我可看不心话也非，为什么你这大耳边风在吹？所以你对天门是轻口言，你是离开居家永不来，西山西莫山北，可是女孩这也为不归，年这男孩不归天将碎，我牛蛋今生今世这把这边碎。凤儿怎么？为了太妈，这个他对里向一问，叫里向一我，人家话么？可咋说眼睛那袋子上向一插？其实范医生浪向里有一个是勇敢的故事。你敢爱得死气活来，你敢拼一个鱼死网破。别说啥，到今朝儿时时期，有几个日子有历各种拼劲。哦，来听，来着，这个玩意来着。范姨刚正回答流浪，但自家房间里枕头旁边搿把心爱的头手拿到手里，推开子最破有个房门，人发了海，围出来的当片，前切看见我的十行一抹心经，啥么子啊？私奉鱼子，我不大追兵啊！你也对我十行个事情哦，我也想追，不是他别当。不然等下来，怎么？外边雨这么大，天这么黑，还想走？
小心感冒哦。阿姨，你想干嘛？不想干嘛？恭喜你了，四凤有了，好事儿啊！不应该拜见一下未来的公公再走吗？我告诉你，朴元，朴元，第一三铺有精神的是追宠，我的娘完了上几家，笨蛋我的一口没啊！最怕有听见的是第二声，实最怕有到现在辰光还分困啊，难困得着。今朝搿个一日天，你碰着几花事体啊？碰着士兵分析，自家的儿子竟然是矿浪向闹罢工闹得最凶的人，真是人事难以预料啊！十三头里听见回忆哗啦一声，像搿个女人的喉咙囊实干好，今朝熬得打来打得搿能响，你喉咙比打来还要响。这希望给打针看，最怕有搿个一惊非同小可。搿天人哪会得辣一头？2位夫人，3个儿子，还有士兵打得来个囡恩，搿点人哪会得辣一头？谁是看我最怕有个再大位搿点人呢，还不是我呢？搿个里向必有事体，一定有事体的。朴元，这么晚了，把你叫起来，别生气，因为有一件事一定要当着你的面才能够说。什么事呢？看见吗？这把扇子是平儿送我的，上面的画是我画的，词是平儿写的。3年前，他不但要了我的人，还要了我的心。最怕有啊！不是2只耳朵帮忙，你搿副眼睛仙家无从白两浪向插话下去啊！追宠叫我天真的了，听见娘这个样子话，嘴巴张开不落的一种声音，可以形容你的惊讶。别感到惊讶，也别感到奇怪。我今天什么都会告诉你们的。母子相离3年心，一呀恩情深情，你最怕有对你口口回应呢，辣水个呢。该知这样许多人的面，你居然讲得出搿种闲话呢？这手抖得这样，你叫我怎么弹3弦？你叫我怎么？你呀问我非议什么有余权？我以来从不贴真心，忙也不够别自意，真意有人没眼听。朋友啊，我非议，非是你笼中娘，他乃是口句里容易。是手飞鸟一望月，都是你不说人
这里的窗儿不增开，那里的家具不许提，在这家我一举一动细不容易，一应也是里说着违背不弟弟，你在生我风光生我弟我走年为与啥争你错了错了都错了，我进错了门，你说错了意，这是把你来我失手机。3年来，我一直没有勇气把这件事情给说出来。可是我今天什么都不怕了。平，最近了让行，啥地方有个地洞让我走走。你别害怕，樊姨还是以前的樊姨，她喜欢听你说话，喜欢听你读书。我只想听你打你的球，你是这家门卫，比喻一种皮实花美酒，当时里听你是我不是你的梦，是你的心，听你是希望否听暂时不忘记，听你是第四米人之岁，你对谁记？带起你的对来，开说我在是因为当你心是代代的非佛意，你这虚情假意的胆小鬼，怕了，你后悔了？你没资格后悔，后悔的是樊姨，他为此定神经的那之下，这该是谁们
一个头说砰，一蹦后化为灰烬。边浪向的这种随便哪听不下去。妈！求你躺在宠儿背上，别说了。夜深，妈，心日间。泪以后都给不清宠儿在那边。妈妈，儿子提死娘是鬼，我害得你每天乌云压心的，我害得你苦读人生不虑己，这一片眼家笼着你几十年。我不弃你父亲，不弃你兄，分心于鬼多弃你，对不起宠儿，对不起宠儿，我也是让亲只是面对家儿去难言。最朋友，你刚正踏进客厅的辰光，你搿个血是搿能行的。听至两句闲话下来，你搿个血行上行。现在辰光的最朋友是恼水生怒，恼。我不管你多难看，我最朋友。搿个几十年来，我还是风里来雨里去。但是我哪想得到，我居然养出搿能一群人。谁上上在舟上，此生几乎随了让枪林弹雨之中。但是我帮不了，我帮不了背后这个两只狼贼。no， 非呀非以我小看那只，你居然用那个毁灭，要想推到我最朋友好不容易垒起来个金字塔来欣赏。说说最朋友啊，可是经过大风大浪的人。现在辰光心如死魔，但是居然面不改色。樊姨，我让你喝药，你就是不喝。没想到这病已经重到这个地步。最朋友啊，你好狠啊！那个意思就是我是神经病了。神经病讲出来的话，让你想想，谁是的疯话啊？不，我没病，我没病。我明天会让柯大夫给你好好的看一看。边浪向的美日病看在现在辰光真的心痛啊！对阵追兵茫茫女子啊，你居然做出10杠反面孔的事体呀！
想想追朋友啊，你为这个家人家真是煞费苦心，但是最终你还是失败子。孩子，追吧，车子路，父妈，走吧。哦，士兵，你别走。文是为的一领呀。哎呀，是公神因我来是一生儿女的避免，这样康复来着。所以对于越人越大。不，老爷，您认错人了。你的心思我知道。平儿，过来。她就是你的生身母亲梅世平。别让这个唯一听啥不子？什么？他是梅世平？他是世平？追兵，你记得就不相信自家两只耳朵。什么的？对不起，你不是我的丈娘，你是我的娘啊！我娘分析呀！像你是我的娘嘛，根本父亲，你一定是搞错了，你一定是认错人了，混账！虽然你的母亲出身低微，但终究是你的母亲。跪下！跪下！师傅，莫等开眼，随便哪想不通。我明明呼吸的是最高的大山呀，突然之间就变成我跌跌青青的哥哥。你叫我为啥个面孔我那个世界浪下？师傅得门而出，再从眼睛摘出去，少人还分两担。随着花园里向这根独特的地方，得出一只两个年轻的生命。追兵的分局，你想来想去想不通，自家是好不容易从一个乱人的深渊里向背出来，结果为了跌进了一个更深的深渊里。你对待起来让对天忙，你这个来你还有眼睛啊？你应该忙追命该搭档啊！还有啥来砰一击，我当着地十不人地狱。为此要表示对这个命运的无奈，追兵你举起了水枪，并且驱动了背脊。我每日病却是30年的苦的，总当是可以苦尽甘来。天啊，你对我太残酷了！你为一得罪我一生儿女，你对我梅世平太不公平了吧？我应该让我最朋友来讲，我最朋友自身可是非常心机啊！我最想维持一个再有谋、再有实际的家庭，我哪想得到这样一个家庭会顷刻之间从而啊！我的平儿，别伤心，他们没有死，是我们死了。当丧钟已经敲当响，当当当当，平潭雷雨到此结束，谢谢大家。